这想着没，南站头就在那，全就他们路考就路吧啥，他看是到处动了就，他看是哪公民都晓得。结果那民书记啦，过了牛过了，没落去什么事啊？今早有书记来了，天我那江浙县米更不落下河要去，我那看他电视。他就看那个前面那个了，没名了看是件事，没名了没事情呗。他个点点颜色，牛个做那个去配出。他不知道那个这些现在搞用面多的价格是吧？前边，可他都是推推嘛，没名了看是件事，那个在经济了干嘛点提个前边，经济没挣高了，没了看是件前边，所以是。而且经济这些也没名了看是件前边，虽然嘛虽啥，都是没名了前边。我扬州什么吧是？当然还没名了扬州小子，这个呢，他说没名了扬州世界是吧？前边，他说你他这个把人家过来拿着都过没有是？他今晚呢，晚上出去了，等我几个可能看定眼嘛，杨家这个就那准备过龙这边交易，马龙这个交易，因为啥呢？我们一龙了用对在那，我这些几个么了。然后都没明星没等到去，啥有些都需要再交易。我那凶了，俺明天怎么呢？我蹲去我弄莫扬州呗，是吧？这个，哎呀，你在这扬州去，莫扬州是吧？那说别的多是吧？钱呗。啊，我的经济莫白了是吧？莫一年水莫是吧？你莫什么呢？是吧？钱呗。大伙人那出干我就过得越多是吧？这个，我出干我就过得就多。说起来，出家我们就过点呗，还学点呗，什么他妈学，出家你去他妈来么呗？可是俺们那中途嘛用到什么他妈点呗，是个点呗，打印的印这是个啥？俺们他们是。我那说起来，你往什么办？我那这样，或者俺们那个人出家我们就这样噻。不，民朋友我嘛这今天来要这个嘛吧是吧？这边我平常看点的嘛就搞到有是吧是？